你刚才你也讲台语，嘿啊无你早就 get out 桥本岛啊。你要我开除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，你今日哪里我的嘉宾？哈，你今日哪里我的嘉宾？我来讲，咱真认真，足久无有来宾来啊。来宾哦。嘿，啊，今仔日多好来一个。啊，因为有来宾，所以爱安尼坐就对啦。嘿啊，咱来欢迎这个人，你来。可见这个来宾是贵宾，嘿，是贵宾，不是普通的来不是宾，普通的哦，是足特别的贵宾。台语嘛讲到足好。哦，好来，我你介绍。咱来欢迎咱的主播林燕如。耶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感如。我是真相急先锋的主播，也是华视新闻杂志的专题记者，欢迎大家会使收看。哦，安尼讲好。其实咱的主播内底啊，颜如伊的台语算讲了赞的。哦，对算讲了袂歹。对，所以拄仔讲安尼算就赞的。啊，看你比起来，但我比起来吼，差伤济啦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佫有一组空间哦。是吼啊，甲你比咧，哦，看我差不多，看我差不多，看我。我看到滑跳，我看到滑跳。好好啦，我俩张啊，吼。啦，我先讲啊，我对颜如的印象内底，是就是我完全无伊的身躯顶找无台语即个物件，看袂出来对无？看袂出来。就看伊真有，安尼讲，若像咧贬低咱台语。伊你看就是有气质，真优雅，然后就是适合讲国语迄种，华语迄种。伊咧报的时候。啊，你意思是讲我就哦，你较 local 啊。啊，所以袂使安尼讲啦嘿，安尼讲袂输拢咱台语安尼，嘿啊对无？毋是安尼啦，讲台语，之前讲过啊，讲台语爱一个开嘛，开口，开口。对你行出来就是知影，对。我咧讲台语。吼，安尼咱即摆吼，请颜如佫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是。咱有听看伊的台语其实真正袂歹。是啊。你颜如，你佫甲咱介绍者，你家己自我介绍者。好，感觉即摆敢若要考试共款。好，先来讲是安怎我会晓讲台语，就是因为讲我是中华的丽林人，中华二林，李林。二林，中华丽林，中华，真卡囡仔哦，真卡囡真卡囡仔一定要讲台语我同啊，款嘿啊，不要讲台语讲袂过啊，嘿啊嘿啊，吼。好来，然后伫咧我的厝的呢，我的父母拢会要求讲我一定爱讲台语，因希望讲我会使讲台语，所以我若伫咧厝的，我若讲讲国语，我若讲足久足长的国语，因会感觉我足奇怪，所以因会拢要求讲你一定要讲台语，你袂使讲国语。所以你细汉是讲台语啊，国语？讲台语。哦，无怪。毋过足久，毋过足久无讲。对，出来外口。出外拍片都无足久无讲啊，系啊。所以可见你看，这个台语嘛是颜如的母语，是啊。所以其实讲起来嘛是啊练登。是啊。袂像人安尼吼，看我讲。客安尼吼。系啊。系啊。你记记我，你啥物意思？无啦，你台语已经讲足好的啊。是啊，我台语是做练登。系啊，我主要是要讲颜如的台语，其实不错啦。是啊，对啦，袂歹。嘿，父母就希望你会当家你的母语学响啊。哦，莫讲安尼。你看父母讲台语的时阵，你有啥物的经验？会当同大家分享？有一届就是讲，我来华视了后，我有去上气象的课，就是爱用台语去报气象。哦，讲天气，用台语讲天气。这种难的呢。嘿，足难的。就算讲你为细汉就会讲台语的人，可能嘛袂晓讲气象的歌。是啊。我就甲即个歌，我摕转去互我的父母来讲，因看到即个歌，因就感觉讲，哦，台语的气象那才好耍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所以颜如的爸爸妈妈吼，可能对台语嘛有一份真深的感情。是。伊敢若看到颜如摕一个气象的台语歌，等下伊就足欢喜的，伊就足感动的。哦，真的吗？足感动的，足感动讲哦，我的查某囝竟然去学台语的气象。啊，所以若有一天啊，咱的颜如起来报台语新闻，哦，我相信颜如的爸爸妈妈一定啊，目屎死人水，泪流满面。我嘛希望有一天啊。有啦。培养一个。应该是会。哦，培养一个，你看遮尔水。对啊。啊，搁台语搁遮尔认真。是啊。啊，你搁有啥问题？啊，你台语是甲你教嘛？你咧报台语气象的时阵是甲你教吗？毋是。是啥？是咱的在地新闻主播。徐莹莹啦，徐荣英主播，是咱在地新闻另外一个真出名的主播。你到林玉珍的地盘，你甲我讲徐莹莹，袂使吗？
毋是，我先啊。我这有登记啊，嘛是足厉害的。伊若讲第一，无人；伊若讲第二，无人敢讲第二。嘿，伊我甲你讲啦，足厉害的。伊就足够安尼塞弄的，你知道？因为第一，邱英莹是咱的老大哥，哎呦，是。咱台语界的老前辈。是。嘿，所以呢，伊来咱的地盘讲邱英莹老师就真正常。哦，是吼，伊是咱的顾问。对，伊是咱的顾问。真厉害！我进前搁伫新闻部咧上班的时阵啊，我定定看到伊吼伫咧现迄字典呢。字典，台语的字典。嘿，哇，规大本呢。其实伊真少显啦，我较食显。啊，你较食显？因为伊种老讲会免显啊。免显。较食显的是我。是你哦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伫咧报新闻的时阵，你敢有感觉有啥物互你情绪变化较大的一寡新闻？像讲我上无介意报苦毒囡仔的新闻。苦毒囡仔。因为我感觉像啥物爸母拍囡仔，还是家己的兄弟嘿拍囡仔，我拢会感觉做唔甘的。迄时阵会感觉有当时有想要做生气的，哦，瞪刀啊，做想要哭的。你报什么瞪刀啊？嘿，不过我是主播，所以讲袂使，我袂使表现讲我的心情安尼。颜如拄仔有讲到一个真水的台语叫做苦毒，虐待，虐待，但是伊讲苦毒做在地台语，嘿，苦毒。安尼我要问，伊伫咧报新闻的时阵，你敢有靠啥物出册错误？因为看遐网络顶悬吼，有足侪主播咧报新闻的时阵，有当时啊就是笑出来啊，为什么要笑出来？啊无就是讲毋着啥物字啊，讲毋着啥物事啊，啊就会互放伫咧网络顶悬啊，一直报安尼。出册的新闻。讲实在，无足济，安尼足厉害。一点点啊尔，毋过有一寡有的新闻是较突然发生的新闻，突然入来的新闻，我会马上甲这个新闻整理开，了后呢讲互观众知影，所以讲呢，这个部分是较爱考验主播的专业，嘿啊。哦，啊你感觉？无我会记得，我有一届吼，咧报新闻的时阵，阮报台语嘛。我有一届咧报死管嘛。哦，速讲哦。速讲，你即摆讲就自然的吼。我咧报的时我就速讲。哦，你个都加入去哦。不是这个死管台语到底要安怎讲？想袂起来呢。是有当时啊，就是安尼，你伫遐死管速讲台语到底啥？有雄就想袂起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事前咧看过的时候，你知哦。死管速讲啊，知啊，所以无感觉啥。速讲做难的呢。速讲做难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讲，我事前咧准备过的时阵，我看到死管，我知影速讲，无问题哦。但我咧报的时阵，都数袂出来。数袂出来。速讲两字就是无法度。安尼要讲啥？我就讲死管。死管。就只有讲国语啊，无要安怎。我就想袂出来，啊！等你讲出来了，你就想到啊。哦，对。啊，你报了的时候，你就想到啊。对啊。速讲，形一时突然间想袂起来。啊，你无？我毋是主播啊。无啊，你有当时咧报咱的台语真认真啊，定定出错嘛。好。好，莫讲你好。啊，对来讲，台语是啥物？其实我出来做工课了后，我感觉台语伫咧台湾是足重要的话。像即马伫咧台湾呢，足侪人袂晓讲真认真的台语，所以讲你即马你若来做工课，还是要甲人交朋友，你若会晓讲台语，其实你会使增加足侪机会。像我即马伫遮咧，看你练小话。可你刚才你也讲台语，无你早就 get out 桥本岛啊！你要我开除？无啦，不生球啦。啊，咱的燕如是咱的未来之星啦，嘿啦，咱的台语界没有啦，无啦，你讲未来之星，听起来啦，他接班人，无，我顶次也开始上厉害。他讲台语是 OK 的，对，然后还有迄个家庭背景，好啊，父母嘛真支持，对无？所以足侪因素，互你拢会当用较侪时间甲心力去学台语。啊，无咱即摆台语人才足强。我之前有报到一个新闻，伊讲台语伫咧足侪年了后会消失，会无去。因为有一个纪念年，对，有一个纪念大头，讲我一定要甲传承落去，安尼吼，对无？对啊。了解。安尼你来做一个 ending。
安尼啦，因为都是像咱眼如所讲的，都惊这个台语的语言消失去，所以咱的花师啊，包括咱的面顶的总经理，一直到咱的经理，咱的花师新闻部，甲咱甲徐英英大哥等等，咱对这个台语的传承拢非常的重视。所以呢，咱最近要举办一个台语主播的擂台赛。擂台赛。台语台语主播的擂台赛。对。然后呢，咱要选出前3名的台语主播。有啥物奖品无？哦，第1名有这先保密啦。先保密。因为有钱就对啦。有袂歹的奖金啊呢。袂歹的奖金。会当互你啉喙焦呢。啉喙焦。哦，敢会是100块300？当然无遐少，无遐少。然后呢，咱最近就公布这个比赛办法。好无？要出来啊！大家注意咱的官网啊，注意咱的电视台、咱的花市的跑马灯啊，咱到时就公布这个比赛办法。欢迎大家有兴趣，咱就来参加，好无？燕如敢有要去参加？哇，会使去看卖，去考虑啊，咱考虑来参加，系啊。对啊，咱无任何的限制，只要你有兴趣，就会当来参加。其实我就是要听鹼如唱台语歌。唱台语歌，后一段咱要唱台语歌的时阵，咱这袂使唱一段吗？我好爱唱一段。你敢唱台语歌？你有啥物台语歌？较招牌，你安尼一想就是讲，我教遐一两句尔。好，你唱。火车一定到车站，阮的心，那情歌一定。好，我袂记啦。我没时间跟你拜拜。所以讲，我有拄到有记者伊写歌的时阵，伊写熊发生了大火。伊的字就是熊贝尔那个熊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讲，伊是要叫我表达熊发生代志，安尼嘛，伊要叫我讲台语嘛，还是我爱讲突然发生了大火，我是爱讲倒一个，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天然的上好，天然上好上赞上有味，有诶这记者的歌会写台语的，我就想讲，我真是咧报华语的，我是爱讲台语还是华语？迄个时阵会拄着这个状况。是。所以应该是讲台语啦。台语当然台语啊，天然的上好。熊火烧厝。熊火烧。熊火烧，轰熊发生代志，安尼较有感觉，嘿啊。熊这台车熊就甲伊冲出来。所以现在其实很多记者咧写购买安尼，伊会感觉讲插一寡台语，较有法度表达。是。所以咱主播嘛是对咧讲，才会当甲记者意思表达出来。是，我讲安尼真好。对。